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以賽亞書第26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，作歌勉人，依靠主民被主怒免被誅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以賽亞書第26章。當那日，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：我們有堅固的城，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城牆為外國。敞開城門，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。堅心倚賴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為他倚靠你。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，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。他使住高處的與高城一同敗落，將城拆毀拆平，直到塵埃。要被腳踐踏，就是被困苦人的腳，和窮乏人的腳。踐踏義人的道是正直的。你為正直的主必收平義人的路。耶和華啊，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。我們心裏所羨慕的是你的名，就是你那可紀念的名。夜間我心中羨慕你，我裏面的靈切切尋求你，因為你在世上行審判的時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學習公義，而因為待惡人他仍不學習公義。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義，也不注意耶和華的威嚴。耶和華啊，你的手高舉，他們仍然不看，卻要看你為百姓發的熱心，因而抱愧，並且有火燒滅你的敵人。耶和華啊，你必派定我們得平安，因為我們所作的事都是你給我們成就的。耶和華我們的神啊，在你以外曾有別的主管轄我們，但我們專要倚靠你，提你的名。他們死了，必不能再活；他們去世，必不能再起，因為你刑罰他們，毀滅他們，他們的名號就全然消滅。耶和華啊，你增添國民，你增添國民，你得了榮耀，又擴張地的四境。耶和華啊，他們在急難中尋求你。你的懲罰臨到他們身上，他們就傾心吐膽禱告你。婦人懷孕臨產疼痛，在痛苦之中喊叫。耶和華啊，我們在你面前也是如此。我們也曾懷孕疼痛，所產的竟像風一樣。我們在地上未曾行什麼拯救的事，世上的居民也未曾敗落。死人原文作你的死人要復活，屍首原文作我的屍首要興起。睡在塵埃的啊，要醒起歌唱，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，也要交出死人來。我的百姓啊，你們要來進入內室，關上門隱藏片時，等到憤怒過去，因為耶和華從他的居所出來，要刑罰地上居民的罪孽，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，不再掩蓋被殺的人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26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，作歌勉人，依靠主民被主怒免被誅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作歌勉人，依靠主民被主怒免被誅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
第24章居民背約，主降災為民眾，主威嚴在。第25章設擺筵席，頌主名，施行拯救佛的名。第26章作歌勉人，依靠主民被主怒免被誅。想一想，為什麼猶大地人要唱歌呢？